I work from the moment I wake up to the moment I go to bed. I work 7 days a week. When I'm not working, I'm thinking about working. I sit through movies. 老闆，你仲係使緊1,800蚊請人處理雜務，定係想每個月慳翻萬幾蚊請一個可靠嘅自動化拍檔幫你睇住盤生意，24小時幫你答你啲客嘅問題，仲要幫你約埋時間。2025年仲係咁玩？請個助理查詢，每個月嘅皮費18000蚊走唔甩，但最傷嘅唔係呢筆數，係你班最揾錢嘅 top sales。每日最黃金嘅時間攞咗嚟客服覆訊息、聽留言、同客左約右約，佢哋嘅見客時間就係你公司最肉赤嘅成本。咁一落去盤數點會有氣息？2026年識撈嘅老細已經轉咗軚，連最貼地嘅生意都揾到個最夾嘅自動化拍檔。佢哋點樣同你拍住相？7×24全天候拍檔，朝早 lunchtime 紅日假期。客一有查詢，佢即刻頂上，唔會發脾氣，唔會病，唔會攰，唔會有情緒，表現永遠穩定，一手打理晒 WhatsApp、IG、電話，確保零漏單，仲可以自動同你嘅客約實你班 top sales 嘅黃金時間，直接約咗客嘅資料擺埋落你嘅 calendar 入邊。個客覺得你公司反應神速，背後就係因為有呢個永遠唔會斷線嘅拍檔，幫你攞翻所有流失咗嘅商機。不如睇下啲數，以前嘅玩法硬出18000蚊，換來一個要你花精神管理嘅同事，再加一班雜務綁死咗嘅 top sales， 每日白白流走嘅生意機會，先係最致命嘅隱形成本。2026年嘅戰略就係每個月用4000蚊投資一個自動化嘅拍檔，即時慳翻萬幾蚊皮費。最重要就係唔好俾你啲 top sales 話佢哋要忙處理雜務，達唔到 target。佢哋而家可以全力衝刺去做成交。今年你會選擇為舊問題填冚，定係為聽日嘅生意落注？我係 Mark， 我哋唔係買一個留言信箱服務器，我哋係幫你公司設立第一個數位同事。NVIDIA 嘅 CEO Jensen Huang 都講過，你嘅生意唔掂，唔係因為自動化流程，係因為你啲客仔去咗用自動化流程嘅競爭者嗰度。